再来看交通部上新的统计指出，讲今年前8个月，台中市食酒赛车的事故，佮有着伤的人数是6度上济哦。警方分析讲，这甲台中的人口数第2济，佮有交通的流量正大有关系。也毋过有民间团体是认为讲，台中市政府应该爱针对预防食酒赛车，提出愈济办法。顶个月25，警察查酒驾驾驶耍绕跑，最后也是互警察查落来。今年7月，巴顿区长嘛因为食酒赛车互拦检，刷了吊职，移送法办。台中酒驾直直发生。根据交通部上新的统计，今年1月到8月，台中市食酒赛车造成的事故甲受伤的人数，拢是6度上介济的。台湾的地面面积有限嘛，都是一定的车辆牌照一直花，这是也有一些关系啊。就算说看到客人在门口已经快要醉倒了，他们也不会去管说那他怎么回去这样，所以我觉得就很可能就是延伸后面发生酒驾的事情。今年前8个月酒驾事故统计，台中624件，788人受伤，拢是6度上介济的。台中市警局交通大队分析讲，主要是因为台中人口数第2济，交通的流量嘛大，所以事故才会直直变济。本市为全台人口第2多的都市，因人口基数大，交通流量相对更高，因此对事故件数也较其他城市为多。我们不认同这样子的看法。人口数最多的其实是新北市，它的酒驾死伤跟事故件数有位居全国第1吗？要打击它的酒驾，必须要做跨局处的办理。台湾酒驾防治社会关怀协会批评讲，新北人口上济，2项数据嘛才排第4，是无认同安的看法。建议台中市府应该联合局处修改治理条例，对工地食酒发动劳检，强制卖酒的餐厅为人客叫代理驾驶，也佮有办酒驾累犯的鉴定课程，安尼才是本。记者台中报道。